赛严艺格请出列。小姐好。严艺格今天选的这首老歌，其实它被就是翻成很多种不同的语言。在台湾我们听到的包括像伍佰老师的《爱你10000年》，可是你今天要唱的版本是谁的？是鐘鎮濤的廣東版的。哦，點講啊？讓一齊隨風。讓一齊隨風。唔該你，掌聲鼓勵，謝謝。謝謝。徐永林歌曲演唱細膩，表現深受評審肯定。所以唱進來是有符合到這個聽眾的期待哈，所以是很不錯。闖進第2關的徐永林，是否能拿到今天最高分，抱走大獎呢？这是廣東歌的曲風，跟我以往唱國語或英文的曲風都蠻不一樣的，所以希望給評審老師跟觀眾朋友一個不一樣的感覺，好，希望可以唱出100%自己。風中，心裏冷風吹失了我，是未過去就已失蹤，此刻有種種心痛，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夢，迷迷惘惘聚滿心中，追蹤一片冷的風，各種空虛冷，吹起風裏夢，過去的心火般灼熱，今天已變了冰凍，記憶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虛在作弄，你似北風吹走我夢，就讓一切隨風。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夢，迷惘聚滿心中，追蹤一片冷的風，各種空虛冷，吹起風裏夢，過去的心火般灼熱，今天已變了冰凍，記憶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虛在作夢，你似北風吹走我夢，就讓一切隨風，各種空虛冷，吹起風裏夢，過去的心火般灼熱，今天已變了冰凍，記憶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虛在作弄，你似北風吹走我夢，就讓一切隨風。好 ，David 老師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平常是很怕听广东歌的，我自己是广东人，我很怕听，因为我觉得很硬的，啊，我终于听到很顺的广东，我这样说可以吗？啊，我这边就想，哇，广东话可以这样子唱的。哦，韩贤光老师，请问您觉得？我觉得他这首歌定的 key 非常的好，让他的低音跟高音都表现得很好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哇，谢谢，这是一种控制哦，很厉害哦。我们看严艺格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严艺格第一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4、25、26、27、28分。哦，中间3位老师都给了满分，洪敬尧老师也给了满分。
完美，因为唱得非常的精致哈。那整个就像刚刚 David 讲，其实对广东歌，其实词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我居然可以被带到歌的情绪里面，这真的不简单，厉害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，恭喜唱进第2轮。这个分数真的有点让我吓到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评审老师对我的肯定，然后希望我下一轮可以不要那么紧张。对，谢谢。中场统计，第1阶段比赛共计有6人未达20分标准，闯关失败。